后来继续来看缅甸的军方政变。 扣押着昂山素季，还有几啊位民选的政府官员，针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是暴力来镇压，各用枪来扫射。民进党的立委召开着记者会，谴责着缅甸军方的暴力，嘛呼吁政府对流离台湾的缅甸的人士，爱予因适当的协助。 声援缅甸人民，谴责军方暴力镇压，开记者会，因为2月7到即马，缅甸因为军方的政变，已经造成557个人无命，其中有43个是未成年的囡仔。妇女的死伤，无辜的孩子被推入水里。 而且是支离破碎的状况，所以我们今天的声援是随着国际社会的步伐一起增加一个声音。由于台湾作为世界民主国家的一份子，未使对缅甸军方的暴力侵犯人权无任何表示。这个镇压是空前的暴力跟空前的血腥，但是我知道是现在这个缅甸朋友反抗民主反抗的意志还是非常非常的坚定。各国的声援、各国的帮忙、各国的协助、各国的制裁，只要能够多帮上一分忙的，我觉得我们就要帮上那一分忙。 提出一张一张缅甸当地传来的相片，会使看到，无论是一般的民众，还是上街路抗议的群众，拢遭受到武力的镇压，就连伫厝内嘛有可能受迫害。透过进前的新闻画面，嘛会使看到缅甸当地庆声不断，规个都市拢是乌烟。缅甸当地军方强烈的镇压，真侪示威民众拢受伤。军方人员对一般的百姓是太过严战，这暴力国际是严重谴责。开记者会就是希望讲。 政府要重视，嘛使公开表达立场，谴责缅甸的军方暴力的手段，嘛希望讲就这个代志唤起大家重视，赶紧恢复缅甸的民主政治。